點解一般人做唔到老闆啊？根本原因咧係因為佢哋嘅思維咧係完全唔一樣嘅。做老闆嘅人咧，要喺唔確定嘅情況底下咧，無條件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成呢件事。而打工嘅人咧，佢需要喺穩贏嘅情況底下咧，先會去行動。但係做生意咧，永遠都冇確定性嘅。如果等一切都確定到你先嚟做咧，你連湯都冇得飲。創業者永遠喺唔確定嘅情況底下咧，先開始，喺中途咧再調整，最後再迭代。普通人咧係驚呢個風險，而作為老闆咧，要通過呢個風險咧揾到後邊嘅商機。打工嘅人咧要行人哋鋪好嘅路，而創業嘅人咧永遠都係摸住石頭過河。前者咧係牛馬，後者咧係自由嘅鷹。做生意如果你嘅抗壓能力唔強咧，你就冇辦法擁有財富。你想擁有幾多嘅錢咧，你就要操幾大嘅心。格局咧並唔係天生嘅，而係一步步咧喺委屈裏邊咧撐出嚟嘅。